新的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在位伫安平区平通路甲玉平路口，将规划地上6层、地下2层的立建筑。特别是该工程受市府代办，嘛开创中央甲地方合作兴建司法建筑的先例。只是工程费因为人工原物料大起，对原本16亿已经追加到41亿。毛市长吴依婷伫参与动土典礼会中感慨表示，公共建设今仔若无做，明仔载后悔。我当市长的第1年，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很多地方要盖活动中心嘛，里活动中心啊，村活动中心，那是最简单的建筑物，不用挖地下室，盖1、2楼就可以了。那个时候1坪啊，我那个时候批到公文1坪12万，我就会跟我们同仁抱怨，怎么那么贵？1坪12万，很贵。现在呢，要盖新的活动中心，1坪20万，赶快盖，赶快盖，要不然就来不及。可以知道，短短6年多，公共工程不管是人工或者是原物料，涨了这么多。因此呢，我们对于高分院的新建抱以非常非常高度的期待。毕竟，它从民国54年，今年是民国114年，60年前就开始启用的建筑物。说虽然中间历经多次的这个更新扩大，但是原来的结构是民国54年。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一直是分嘉南地区第2审法院的重要职责。这摆新大楼对纸上谈兵，会当一步一步走向实际动土施工，嘛互司法界拢出色见证。透过手中的金签完成向精神仪式，新大楼预计伫117年10月完工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